若是去感染到這 HIV， 到今雖然是無法度完全好起來，不過若是有穩定咧食藥啊，這病毒的量也減袂到，就袂傳染予別人。這邊原團體是希望講會當透過衛生教育，降低民眾對 HIV 的感染者的歧視甲誤解。疾管署署長羅一軍後壁這台貨車是直接圍到宣導車，準備駛台灣6島，提醒民眾對艾滋病正確認知。艾滋病雖然目前也無法度完全治療，不過若有定期咧食藥啊，驗袂到病毒量了後，就袂感染予別人。7月初2是優等於優日，這是艾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自2023年發起創立的節日，希望推廣測袂到等於袂傳染的觀念，降低社會對艾滋感染者的誤解甲歧視。這個實驗說啊，如果有1000對伴侶，那麼一方是有 HIV 感染者，一方是沒有感染的人，只要這個有感染的伴侶呢有吃藥達到測不到，另外一邊呢，那再統計起來76000多次的性行為中，都不會得到傳染。根據疾管署的統計，台灣2024年艾滋病通報人數有590人，2025年降到533人，顯示民眾對預防性傳染病觀念越來越好。另外，疾管署嘛宣布未來要放連外籍艾滋感染者治療補助對象。所以我們今年也決定要修改我們的補助辦法，能夠讓永久居留跟18歲以下的兒少能夠納入我們外籍人士補助的對象。目前正在進行一些修法相關的程序。那估計大概每年會額外要增加2到11位。疾管署宣布拍算增加有咱永久居留許可的外籍人士，甲有合法居留啊未滿18歲的外籍人士。疾管署表示，修正草案拍算7月提報，8月160天，若順利完成定書，毋望佇今年尾實施。希望家佇台灣的外籍感染者嘛列入治療甲追蹤體系。記者郭金宏、志剛台北報道。